小朋友咧喺處理情緒方面咧，因為佢哋年紀細、經驗少咧，唔識得咧去表達出嚟，咁可能就會同人哋引發起衝突。政府咧亦都係大力去推行呢個 4RS 啦。最近咧都有講到呢個3層應急機制，正正咧同 Just Feel 合作咧，呢個社交情義教育咧就係一個最佳嘅預防方法啦。Just Feel 咁講，作為教育局 4RS 精神健康約章嘅伙伴機構，我哋致力透過咁講伙伴學校計劃，去推動校內嘅社交情義教育同埋善意溝通。我哋以支援者、促導者同埋諮詢者嘅角色，同學校嘅管理層同埋教師團隊同行，希望去賦能老師同埋家長，令到佢哋有能力去到建立同理心校園文化。長遠呢，係去到提升學生喺學校嘅安全感同埋歸屬感，以系統性嘅方式去提升佢哋嘅身心靈健康，從而咧去達到預防嘅效果。我好少同其他人講嘢，覺得會好尷尬嗰啲咯。小5、小6做佢班主任啦。開始之前，我都有問過以前嘅班主任佢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，都會話佢係比較靜唔出聲，比較有距離感嘅同人都。咁但係去到5年級都經歷過1年 Just Feel 嘅課堂啦，佢的而且確係識得表達多咗自己嘅感受，咁同同學嘅關係都會好咗，好似用完課堂嗰啲技巧落嚟咁樣樣。班級經營課程，我哋就會有一個堂叫生命成長課，咁就係每逢星期3最後嗰一節會上嘅，咁通常都係班主任嚟上嘅啦。好好嘅 Just Feel 會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影片啦，我見低小比較多係可能卡通片嘅形式，等佢哋更加快咁樣代入個角色入面。咁而高小好多時係一啲角色扮演啊，都有好多好豐富嘅簡報、唔同嘅教案。有陣時我哋都會涉及生涯規劃嘅課程嘅，亦都包含咗教育局嘅價值觀教育啊、中華文化同埋一啲數碼功能等等嘅概念咯。積極聆聽嗰個。今日我個同學佢喊啦，然之後我就話我聽到你俾老師鬧，然之後我又安慰佢。社交情義教育面，咁除咗係同人哋相處之外，亦都可以更加俾佢哋了解到自己嘅感受。每個禮拜都有感受之輪啦，佢慢慢就會知道，好似可以適時咁樣去分享下我而家嘅心情，咁慢慢 open up 咗少少嘅佢自己個人。我有同同學分享開心嗰啲嘢，都有同媽咪分享喺學校做乜嘢，然之後開唔開心。依家會成日揾老師傾偈。佢之前可能屋企親人過咗身啦，咁佢都會選擇係同我講，咁又表達到佢而家嘅感受啊，佢覺得好難以置信啊，或者係佢好傷心。我成日都覺得老師喺學生成長嘅階段入面，其實除咗屋企人，最重要就已經係學校。我希望俾佢哋一種感覺係喺學校，佢哋係可以好有安全感。當佢哋遇到啲咩問題，佢哋會知道可以揾邊一個去幫到手。所以都好多謝有 Just Feel 呢個課程，等佢哋都發現啊，原來老師唔只係得惡嘅嗰一面。Just Feel 好關心我哋前線嘅班主任嘅。佢哋咧會願意咧每一個學期咧都嚟到我哋學校嗰度咧，同我哋前線同事咧去有責備嘅。開始嘅時候就唔係同我哋講你應該要點樣做，你應該要點樣教，而係俾老師一個時間係去了解咗自己先。咁的而且確係當你之後你自己了解自己嘅情緒需要嘅時候，你先可以知道點樣將自己學到嘅嘢去幫翻小朋友。我以前我媽咪咧係即係唔會講咁多啲心事啊，或者係啲關愛嘅説話，所以我都學咗佢嘅。佢哋就可能一路做啲作業啦，問我有咩感受啊嗰啲，會提醒咗我啊，其實我都應該要多啲講呢啲咁嘅説話。喺家長教育方面咧，我哋透過簡介會啦、工作坊、共學小組同埋家長通訊文章，鼓勵家長多啲去關注子女嘅感受，認識自己嘅溝通習慣，同埋學習一啲有效嘅親子交流方式，去改善佢哋嘅親子關係。
哋覺得咧，淨係單靠我哋自己學校咁樣去諗啦，係唔夠完備嘅。正正咧就俾我哋遇到 Just Feel 啦，我哋希望咧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，希望有 Just Feel 啦、學校啦、家長啦，有更大嘅影響力。自2018年起 ，Just Feel 咁講透過咁講伙伴學校計劃，已經同超過65間嘅小學合作。我哋期待喺未來同更加多嘅學校一齊共建同理心校園文化，讓學生喺一個具安全感同埋歸屬感嘅環境裏面健康成長。